最近有想喺拱北關口附近找揾一個新啲嘅小區咧，嗱呢個冇介紹錯。2015年萬科物業商品樓，咁喺我哋周邊嘅配套咧都有華發商都啦、環宇城啦、九州道，應有盡有，衣食住行全部都齊晒嘅。咁我哋小區樓下就有華潤萬佳超市同埋前山市場。咁睇翻我哋小區外立面，2015年嘅小區喺附近真係僅有㗎啦。冇幾多，同埋依家我哋有一套好筍嘅盤，業主誠心賣100出頭就可以搞掂。嚟，我哋去睇樓。睇過嚟呢套，依家我哋呢套係萬科金玉提香2015年次新小區啊！你睇到我哋依家89平方嘅建築面積，我哋有4米幾個開間㗎，但同埋我哋個陽台咧都係正南向。再睇翻我哋房間呢度啦，每個房間個裝修啊標準啊都非常之好嘅，保養得好好，因為業主從來都未出租過。咁就睇翻我哋呢個榻榻米啊、衣櫃啊，所有嘅空間都有利用到嚟嘅。咁再睇翻我哋依家洗手間，咁咧我哋嘅裝修標準咧都做得相當之好㗎，同埋我嘅牆面漆啦都有做咗嗰個硅膠泥。再睇翻我哋嗰個廚房、法廳嚇，咁我哋嗰個空間感咧都係做到好足嘅，大 L 字型一個廚房。咁咧我哋依家業主好誠心咁去賣100出頭就可以做到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評論區聯繫經紀兩。